当然，大家知道我小时候寄信嘛，所以我那时候诗商场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那时候我离家只有10里路，那时候电话也很少，也更不可能有现在什么手机啊这些东西，所以母子，我跟家里通讯就是邮票了。所以在我小时候呢，邮票是一个很普遍的这个通信的方式。幸好这50年来有成立了博物馆，就很多宝贵的资料就收藏了里面。那么一个民族的历史很重要，保存了这一段真正的历史，大家就有凭据嘛。你看这个邮局也很有趣，邮筒也很有趣啊。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取代邮筒呢？你看2个的邮筒，哇，这更有趣啊！事实、历史就是历史，很多将来的历史靠你们的这个博物馆来印证，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从小的时候集邮票就可以说是受到我们中华邮政的经常举办国际活动的影响，所以我就开始对集邮有了一些兴趣。以前早期这个从信封上，像每一个集邮人士的这个做法一样，那个年代去收集一些邮票，成套的邮票。那么但是因为从中华邮政的这个今日邮政这本刊物呢，把我带到了一个集邮比较深层的一个观念里面。原因就是在那个年代的很多的今日邮政这个杂志上写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关于这个清代的早期的一些邮政的历史，所以非常的有趣。那这也是对我的集邮可以说是一个启蒙、启发的一本刊物，那么对我影响非常的大。集邮这种东西，它是必须要渐进的。我刚到英国的时候，因为英国是一个很擅长收集的地方，所以你很容易看到非常多的中国的早期邮票，大龙票、小龙票、慈禧票，这个当然这个盘龙票，这个都是非常的多。集邮的话，应该做一个比较有专长性的收集。那我自己因为又是外交工作的人员，所以我最后做了一个方向上的设定。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韩国以前在清朝的时候是中国的属地属国，所以我们那时候袁世凯是我们的等于说是在那边带兵官。那么当时的这个中华邮政在韩国都有很多的信封这个尤其是小龙票啊，这个等等都在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个戳记都可以找得到。那第二个我比较涉猎的一个概念就是觉得外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共和国，那当时呢也有清朝的邮政在那边设点那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那个时候叫库伦了那个有库伦，还有相当的很多的好几个最小的邮政办事处，还有这个分所。所以这个地方，那大家都知道，蒙古的邮政我们可以分成3个阶段那么早期的是这个俄国人在那边的邮政，那么也有清朝在那边的邮政，那么这是中华邮政。有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包括我在看这个信封的时候，突然间发觉到一个信封引起我的兴趣。是什么东西呢？它有一个戳记，这个戳记叫做大清银行库伦分行。那这个戳记我觉得非常有兴趣，就让我等于这是一部历史。为什么？因为这个证明当时清朝在
蒙古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这个库伦分行在那里，所以它表示它的大清银行里边曾经有过一个分行在蒙古，所以这也是一个集邮非常有趣的一部分啊。是说，也许等到我离开了外交部退休，因为平常工作我没有时间，那我可以写一本东西。那很幸运的，我后来到大学去教书，那我就自己就出了这个啊，当然还没有出版，但是我自己就所有的这个外蒙古的历史的这个邮政史的转折，我就写了一个外蒙古的中国邮政史啊。那它的时间是1910年到1921年，他们这个外蒙古独立为止。我非常高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能够在特别是中华邮政的邮政博物馆开馆的50周年庆的时候，能够把我的这个集邮的这一段历史跟大家分享，我觉得非常的高兴，谢谢。自我集邮啊，应该是从民国45年就开始了。当时我是在南头县政府教育科工作，而且我们也成立了南头县集邮协会，我是会员之一，而且这些资料我都保存得很完整。实际上，我们集邮，老实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业余的集邮，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集邮有什么研究，只是对它很喜欢、很爱好，所以有的时候就收集起来。现在大概也有几十本的这种成果。我觉得集邮有2句话，一个是说是益智、益情，还有一个叫出彩。其实老实讲，我们在工作之余啊，拿出来旧有的邮票啊看一看呢，确实是真正讲是心情非常的愉快的一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是寄书在集啊，但是我只是寄国内的邮票，我没有收集外国的邮票，所以我也很希望国人呢，从年轻时代就开始培养出集邮的兴趣来，对集邮来讲，你这个兴趣浓厚了以后，你对它，确实是对修养、对自己的一些这个性情啊，确实是都有帮助。邮政博物馆50周年，我们祝福邮政博物馆成功，而且祝福邮政博物馆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发达啊！我也希望国人有空就到邮政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谢谢。收集邮票啊，我现在今年是91岁，但是这个收集邮票啊，大概有这个80多年，但是都是断断续续。这个第一个就是在我青年时期啊，我是从小学开始就收集邮政啊，在那个时候啊，邮局啊。几乎都没有，只有邮政代办所，所以那个时候要收集邮票啊很困难。因为我家里边啊，我这个父亲啊，我的这个哥哥都在外面，那么他们还有亲戚在外面，他们常常寄信来，我就把他们信封的邮票剪下来，那么就开始收集了。但是这个剪下来以后啊。这个收集以后啊，我就也是存到一个屋子里面。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集邮的车子。后来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啊，为什么有这个集邮的兴趣？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美术老师，他这个对这个很有兴趣。他带我们美术课，他就讲啊，你们这个集邮有很多好处，说叫我们要开始收集邮票。
到后来啊，因为我们画画有素描，这个美术老师在讲啊，今天不要素描了，那么把邮票上的东西画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这时候啊，才激起我集邮的兴趣。民国45年，我就办这个昆山科大。那办了昆山科大以后啊，当时我就想，我这个集邮有许多的好处啊，我就估计这个课外活动社，然后办一个集邮社，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去看一看。那么这个邮政博物馆啊，50年，这个前程远大，这个继续发展。